你应该还记得谁是敌人，谁是恩人吧？属下承蒙殿下多年恩泽，殿下自然是我的恩人。看，今天的月色多好。本太子一向赏罚分明，我不罚你别的。今日月圆，斩命完，就明日再来取吧。谢殿下。那个郎中叫什么名字？什么郎中？欺负青青那个。哦，他叫雪千寻，他是个好人。一听就是个江湖郎中。他对青青怎么样啊？将军放心，他对青青是真心的。他要是敢辜负了青青，我一定把他削成人棍。小金，小金，你怎么了？不劳将军关切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哎，不用你管。奴婢只是个婢女，不劳将军关心了。小金，小金，不用管我。小金。